风台天会出现水流茶，伫咧花莲的马湾溪呢，就有民众去偷捡，互保安警察抓到。若讲到台东的富工要人去捡这水流茶，甚至捡这水落的角、野生动物等等的物件，好民众即款物件，政府若准无公告，家己去捡就是违法，上当会当关到1年，而且上当的罚金会当罚到2000万。风台一月至到花莲县马湾溪湖保警方查到民众开小货车来捡水流茶，而且是贵重的布壳啊、甲旧壳啊。不过目前花莲县府甲花莲林区管理处也无完成贵重无标注，民众未用凊彩捡，安尼行为已经触犯刑刑法，应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可100万到2000万以下罚金。那这个案子呢，因为现场还有一些机具，所以这些我们是暂时保留。那整个案情呢，是由警方现在在侦办中。花莲港区也出现真侪水流茶甲粪扫，渔民要出海就赶紧过，30清一天就清出4栋左右的水流茶甲粪扫。在台东的富冈渔港周边也出现大量的水流茶，和海涌冲上花。30有民众在岸边捡，佮发现保育类的水落啊。不过31日试图消失，因为水落较真贵重，疑似可能捡走。这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大只的动物掉下来的。这一只水鹿，后续我们会再跟相关的这个保育单位来做追查，看看到底是流落到哪个地方。台东县府呼吁民众照新任何规定，即马民众也免去海边捡水流茶。另外，留落来各种野生动物上好也唔通捡，除了卫生问题，也可能卡到野生动物保育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